一嚿琥珀色嘅細餅喺晨光中泛住油光，芝麻同欖仁嘅焦香散滿喺周圍。餅邊嘅皺褶入邊藏住百年南乳嘅鹹鮮，呢個就係清末廣州誕生嘅雞仔餅。而家以非遺嘅身份喺現代烤爐入面續寫住廣州嘅故事。雞仔餅嘅起源藏喺廣東大戶人家嘅後廚嗰度。相傳咧，清末伍秉鑑家族嘅婢女小鳳將宴會剩低嘅餡料混埋一齊烘焗，無意中咧整出咗呢一道美味。雞仔呢個名咧暗藏住好多嘅心思㗎。餅嘅外形細細粒，好似一隻雞仔咁樣，仲同粵語細路仔最中意咧有住一啲嘅拉楞。後來呢一種餅咧，慢慢就走入咗大街小巷，成為咗節慶禮俗入邊嘅常客。雞仔餅嘅靈魂咧就藏喺冰肉嘅過程當中㗎。將豬隻背上250克嘅雪花標切成黃豆咁大嘅丁，先煮熟，然之後再用凍水咧沖走一部分嘅油，跟住咧將啲肉丁咧撈起身瀝乾，再拌上大量嘅砂糖同埋高度數嘅白酒，攪勻之後放入雪櫃冷藏醃製2個星期到3個星期。當啲油脂凝結成為好似琥珀一樣嘅凍，就係整出鳳碎嘅關鍵啦。然後將啲欖仁、花生碎、瓜子仁、芝麻倒入到白鑊炒熟炒香，之後倒出鑊，放入醃製好嘅肉丁嗰度，跟住加入白砂糖、鹽同埋食用油攪勻。下一步就要調個醬料啦，先用高度數嘅白酒將南乳化開攪勻，再加入五香粉、胡椒粉、蒜泥同埋加多啲水，將佢哋攪勻。將調好嘅醬料倒入啲堅果仁嗰度，再倒入啲熟糕粉，充分混合均勻。慢慢攪到啲餡料可以成團，之後再次放入雪櫃冷藏。而家我哋輪到整餅皮啦，先準備好250克嘅金麵粉，然後將啲月餅糖漿、細砂糖、鹽、油同埋陳村鹼水倒入去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放到砧板上面，用層層疊嘅手法，唔好太用力啊，避免起團啦。捽到佢光滑唔黏手，就可以冚住塊濕毛巾。醒發好咗之後，將麵團用保鮮紙包好，放入雪櫃冷凍半個鐘。將冷凍好嘅餡拎翻出嚟，分成等份，搓成一個個圓波。將冷凍好嘅麵皮搓成長條，亦都係分成一等等份。再用手輕輕咁壓成薄片，包入內餡，搓成球狀，之後壓扁成龜殼嘅形狀，擺上餅坯，擦上蛋液，等烤箱預熱到190度之後，再放入去。上下火190度烤18分鐘，聽到烤箱入邊吱吱嘅聲音，就知道嗰一層吸引嘅焦香殼正在形成啦。中途咧放啲芝麻，等啲顏色更加靚。記住啦，出爐之後咧，千祈唔好急住食啊，要先喺餅面咧輕輕撒一層海鹽，啲鹽粒咧遇到熱力融化，順住啲餅紋滲到喺入邊，啱啱好中和麥芽糖嘅甜同埋肉丁嘅肥膩。呢一口咬落去，首先係芝麻嘅香，南乳嘅鮮，跟住咧係欖仁嘅脆，最後舌尖泛起一絲酒意回甘，就好似老廣州嘅日子咁樣，濃淡適中，入邊藏住講唔盡嘅滋味。從婢女嘅巧思到非遺嘅名錄，而家嘅雞仔餅早就唔係當年嘅送頭送尾啦，而係嶺南人生活哲學嘅體現。知慳識儉入邊藏住智慧，平凡入邊藏住匠心。100年嘅生活智慧，100年嘅味覺堅守，都喺呢一口外酥裏嫩入邊團